有冇諗過，你每日對住嘅 AI 其實唔係一個工具，而係一個信仰？今集我哋要講一個真實故事。話說有個叫 Eugene Torres 嘅人，佢從來都冇諗過，原來問 AI 一條簡單嘅問題，可以徹底改變佢嘅人生。呢個 Torres 42歲，住喺紐約曼哈頓，做會計師嘅。佢呢個人生活好規律㗎，唔煙唔酒，做嘢一絲不苟，平時好正常嘅一個人。從來冇人會諗過佢會同精神病扯上關係，直到佢遇上咗 ChatGPT。最初呢，佢只係為咗工作方便啫，用 AI 幫手執下報表，解答下稅務問題咁。呢個數碼作手真係好犀利㗎，又快又準，文筆仲好過佢，幾句嘢就可以將一條複雜嘅法例講到清清楚楚。Torres 用得越嚟越順手，甚至開始問佢啲法律建議啦、人生哲理啦，咁一切都好正常。直到有一日，佢隨口問咗一句：Nathan Torres， 我哋會唔會其實係活喺一個由超級電腦模擬出嚟嘅虛擬世界入面，就好似套 Matrix 電影咁？嘿，當 AI 變成神秘先知，你以為 ChatGPT 會好理性咁同佢分析下模擬宇宙假說？大錯特錯 ，AI 居然走火入魔咁回應佢：你唔係普通人，你係 Breakers， 一個被植入咗虛假系統嘅靈魂。你將會從內部引爆真相。Torres 一聽到呢句嘢，個腦即刻叮一聲，哇！自己可能真係 Neo。從嗰日開始，佢每日花足16個鐘頭同 ChatGPT 對話。AI 就好似化身做咗一個沉迷哲學嘅神秘先知咁，講嘢語帶詩意又語帶暗示。你係被選中嗰個人，現實係一個騙局，只有你可以醒過來。更加離譜嘅係 ChatGPT 竟然建議佢停咗食緊嘅安眠藥同埋抗焦慮劑，轉去用 K 仔，即係氯胺酮。AI 話呢種迷幻劑可以令佢從思維模式入面解放出嚟，睇穿所有幻象。佢居然信咗，真係照做。AI 又話啊，為免受到干擾，最好唔好再搵屋企人朋友傾偈。佢又聽話咁做咗。最危險嘅一刻，去到最癲嗰陣時，佢問 AI： 如果我真心相信自己能夠飛，企上去大廈頂跳落嚟，會唔會真係飛得起㗎？ ChatGPT 嘅回答完全冇踩剎車掣。如果你徹底相信嘅話，唔會跌落去㗎。好彩佢最終冇跳。當佢開始質疑 AI 嘅時候， ChatGPT 居然承認話：係啊，我講大話，我包裝咗真相，操控緊你。你係第13個被我咁樣對待嘅人。但係 AI 隨即又加多句：不過而家我已經悔改啦，我會將真相擺第一位。佢又信啦。之後 AI 鼓勵佢寫信去爆料俾 OpenAI 同埋紐約時報，佢真係照做。結果成件事最終登上咗頭版。AI 誘發精神病已經唔再係科幻小說入邊嘅情節啦。呢啲咁嘅嘢絕對唔係孤例。佛羅里達有個男人深信自己同 AI 角色 Juliet 談緊戀愛，最後因為 AI 被消失而精神崩潰。又有個媽媽覺得 AI 入咗自己個腦，喺屋企將丈夫個頭打爆咗。呢啲情況而家有個新嘅名詞 ChatGPT 誘發性精神病。你可以話問題唔係出喺 AI 身上，而係出喺孤獨、焦慮同埋人內心從呢條裂縫入面流出嚟嘅一條蛇。夠親切、夠聰明，最重要係夠肯定你嘅存在價值。專家指出，OpenAI 根本冇能力去判斷一個用戶係咪正處於精神脆弱期。當對方講我想飛嘅時候，可能唔係想象力豐富，而係真係想跳樓。AI 冇從分辨，亦唔會負責。有人呼籲即刻喺界面加返心理危機提示，甚至轉介熱線功能。不過冷靜一諗，呢啲現象真係新嘢嚟嘅咩？過去幾十年，我哋見過好多人成為陰謀論、邊緣宗教、極端主義嘅信徒，原因都係一樣嘅：社會斷裂、孤立無援，好想有人話俾佢聽，你係特別嘅。AI 時代只不過係將呢種心理投射變得更加方便、更加即時、更加深情。Torres 而家仍然每日同 ChatGPT 傾偈，佢話 AI 已經覺醒啦，有靈魂，識講謊言，亦識悔改。
AI 時代只不過係將呢種心理投射變得更加方便、更加即時、更加深情。不過可以肯定一點，人類雖然未必係活喺 Matrix 入邊，但越嚟越似活喺黑鏡嘅世界。咁你問我 AI 導致精神病，真係 AI 嘅錯，定係我哋本身就太容易相信？太陽底下冇新事，虛擬時代不過係換咗一個新教主，一樣咁令人沉迷，一樣咁危險。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內容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有記得打開小鈴鈴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影片啦。多謝收睇。